乡亲啊，过来有这个风声，讲咱的陆军打算要甲美国买这种乌色大黄蜂微型的无人机，嘛传出讲美国的顾问已经开始协助咱的特战部队咧学习使用，敢有影咧？咱的军方是来回应讲，这甲外国有关的涉外军事训练的交流，拢是依照着年度计划咧进行，所以无评论。 一架乌色的无人机起飞伫空中侦察地面的敌军动态，传出美军为去年开始就协助国军的特战部队来学习使用，到写准则和教案，陆军嘛按算向美方来军告。 来自挪威的乌色无人机长10公分，宽2.5公分，架电池的重量嘛才16公克，上近是1点钟18公里，飞行时间25分钟，会当伫咧战线做侦察和勘载使用。可以减少就是特战部队弟兄可能遇到埋伏的几率，500公尺到100公尺左右的这个距离，那就可以给作战部队享有共同的作战图像，来发挥联合的战术。 来歼灭敌人。涉外军事训练跟交流都是按照年度计划来执行，至于细节部分不予评论。 美国国防部伫咧2号公告，已经和雷神公司签约，会替台湾生产50粒空对地联合遥控武器，金额是新台票21亿4713万块，会当挂伫咧 F-16V 的战机，射程22到83公里，按算伫咧2028年3月完成。在敌人主大部分的防空飞弹之外，发动攻击，也就是我打得到你，你打不到我，可以保护战机，避免敌人防空火力的威胁。它的精准度可以达到5公尺左右。 所以可以有效的做精准打击。空军回应武器的准备，拢照敌情的威胁和作战的实际需求来规划，相关的战略规划和战备内容拢未评论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